在南投港国小学堂热情的舞蹈表演，以及空军第一战术战斗机联队带来精彩的空军娃娃的演出，包括远东集团的董事长徐旭东、营运长甲总经理拢特别南下主持圣诞公益的点灯活动。现场并且邀请台南市长黄伟哲、内政部政务处长陈宗安，以及多位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贵宾共同点灯，场面热烈。一年一度点灯晚会，我们在台南有个特别感情，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但是点灯呢，都一定跑到台南来。真的，感谢感谢。这个台南的，还有台南的居民特别的热情，谢谢。那么尤其是点灯会，大家都来。这是个很好的一个现象，一年一度嘛，总要在这个点灯这个圣诞的时候，开始一个比较活泼的一个季节。我们特别的喜欢在这个时候跟大家热闹一下。是啊，我想这么多好朋友都聚集在这边，真正见证了我们远东集团徐总裁以及所有的集团的各位长官贵宾，大家对于台湾的这个贡献跟努力，我再跟各位报告一下。那前几天我们这个戴的口罩的第一层的这个布料有90%以上，90%以上是远东集团所做的，大家掌声鼓励。哇哦！谢谢集团对于防疫的贡献那能够让这个口罩国家队他们有这个材料可以做，这个材料都是远东集团所供应的。非常谢谢各位来到台南，也感谢各位对台南的投资与贡献。主办单位今年特别邀请台南市12间偏乡的国小，总共351位学童，每位赠送侧背包、后背包加一箱的球鞋，而小朋友嘛回赠家己制作的签名感谢大卡片，而主办单位嘛一一颁发感谢状，给这届所有的赞助单位。在点灯仪式过后，现场还有一系列的表演。并且分散棒棒糖，给现场的小朋友，给所有民众拢感受到温暖圣诞的气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